你是谁？我叫萧炎，我是来取青莲地心火的，我没有其他恶意。墨家打进来了。 七彩吞天蟒，女王大人，青莲地心火我取走了。墨家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，您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必死无疑啊！您如果信我，就跟我一起走，我绝对不会害你。 女王大人，来不及了！女王大人，原来是你们。既然是故人相见，何必要躲躲藏藏的呢？萧少侠，刚才外面人多，不得已才把你追到这儿来。你们上次送我的6阶云象蛇魔经，碰巧救了我一命，在此谢过了。客气了，我们也是怕萧少侠被女王的剧毒误伤，这才送了魔镜。女王，在下蛇人国殿前将军莫巴斯。你是蛇人国的将军？那你们蛇不三，蛇不五，就是3不蛇和5不蛇。原来如此。放心吧，你们的女王啊，在我这儿好着呢。你知道。 知道我是谁吗，小子？美杜莎女王，把偷的东西交出来！你要是不怕死，可以拿回去试试。死？未见得吧？ 你上一次炼化青莲地心火，就被烧回原形，差一点身形俱灭。这一次，你觉得你能行吗？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美杜莎，我拿了你不能炼化的异火，但我也救了你一命，我不欠你的。把他带回蛇人国，让他当个壮火罐子。 等我功力恢复了，再吞噬异火。异火爆炸，10里之内不留活口。你应该可以扛下来，可他们3个就没办法幸免了。好，我就再留你条狗命。3年之后。 等我元神归位了，那时候再杀你。那就祝你早日康复。
是已经说好了3年之后了吗？哎，你们蛇人国不讲信用的。萧少侠，萧少侠，莫生气，莫生气。少侠，我们还想求你个事儿。这墨家勾结混典，追捕我们申姬，女王大人跟着我们实在不安全，还是希望萧少侠能够继续保护我们女王。莫巴斯，哥们儿，你没听见你们女王刚刚说什么吗？她说她3年之后要杀我，你还让我保护她，这不是让她恢复以后好杀我吗？这个，只要少侠能够护得女王的主权，这什么杀不杀的，那都是气话啊！还希望萧少侠海涵。你别跟我说这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女王的脾气。若她3年之后反悔怎么办？那我岂不是白当3年保镖，还送上一条小命啊？这事我不干了。别杀他，拜托你。好，我不杀你就是。那也还是不行。你说我顶这么大个雷，明天魂殿找，后天墨家寻的，我何必呢？我斗气这么弱，我要是打不过，哎，我保护。我警告你，别再把我放鞋里。萧少侠，刚才女王用宝血为你受祭，这3年之内，你暂时代理蛇王之位。只要能护得女王的周全，蛇人国的士兵财宝，你尽情支用。蛇王，这是我们联络的宝物，只要吹响短笛，100里之内所有的蛇族尽皆听命。紧急时刻，用火炙烤，可以召唤女王大人现身。那好，你们蛇人国可真够随便的。我自己还有一大堆麻烦事儿，希望你们没有找错人。得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走了。多大个人了，还哭？我没哭。小一仙，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2个相遇是你运气特别好，直到现在。我才觉得，你才是我的贵人。谢谢你，帮我在炼药师大会上解毒，也谢谢你带我去找青莲地心火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也许早就死了，也不会有这些奇遇。这个是治恶难毒体的丹药，我炼出来了，1个月吃1次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。以后你
你再也不用受毒虫噬咬之苦，而且还可以获得长命百岁了。小一仙，你要永远记得，这个世界上，你永远都不会是孤身一人。你有海老，你有我，有薰儿，有凌修崖、虎家、昊天、韩显，大家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了，你需要我的帮忙了，让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出现在你身边的。我不要你走。好了，我还会再回来的嘛。我真的该走了。海老，多谢。小狗，记得要想我。按时吃药。一定要想我。若琳导师，藤山长老呢？现在检查一下你们的行李，等检查完毕了，你们再回宿舍去。若是有什么违禁物品，都要早早的丢掉。给我搜！哎，你让我检查，拿过来问。什么是违禁品啊？过来！哎，我说你，自己问若琳导师去。给我看仔细了，事关学院存亡，斗气大陆安危，可不能马虎了。你们几个，来你，给我把这个放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什么没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东西啊？过来，你过来。衣服，还有你过来，有什么违禁品交出来！过来，快点，送出来！拿出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违禁品，交出来！你过来，拿过来，我看一下，好了，我看过来，来放下，交出来！藏什么藏？干嘛送了？交出来你们！过去，一边去！哎，别送！干什么去？你，好，走，扔，扔！哎，干什么？我，你们干什么？快点！拿来！我是来负责押送藤山长老的。
放心吧。押送。若琳导师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变成押送了？你们先让开，这个时候就不要惹事了。马车跟我来。恭迎纳兰宰相回校，一路劳累，请您先休息吧。喂，都是银城回来的，凭什么他不用被搜？人家纳兰小姐是纳兰家族族长，出云帝国的新任宰相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是请。白城，你少拿吓唬新生那套来吓唬我，把东西还我！这是哪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在银城买的，路上捡的，别人送的。把东西给我放过去！我告诉你，这东西有剧毒，你把它带回来，想给谁下毒啊？那是蛇仙果，是药材。你带这种违禁品回来，就是给学院增加不安全度。兄弟们，给你给我擦亮了！只要是看着不安全的东西，一律没收。要是拿不准是不是魂殿血宗的东西，是谁的，把名字记下，咱们慢慢审。白城，你给我记着，敢黑我，我跟你没完！肖帮主呢？他可得重点检查。这个，查吧。他人呢2十里开外呢。怎么，你要等他？好，我先查他的行李，等他回来，我再慢慢查他。你们是不是提前把违禁品都穿身上了？白痴！来啊，查呗。好，看你是师妹，给你留个面子。可你现在不说，万一以后被发现，可别怪师兄不客气。师兄，怎么才能不客气啊？行，你给我等着啊，等着，那边搜。喂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朱砂呀！我知道是朱砂，上面雕的是什么？大阿福啊！这不是血宗的标记吗？告诉你，现在自首还来得及。血宗用大阿福做标记啊？你是怎么考进江南学院的？大阿福？白痴！走，别这么抓我！走，放开我！我怀疑你是魂殿奸细。我不是。走，你说这是怎么了？一会儿魂殿奸细，一会儿魂殿爪牙，你说是不是这帮老生故意整我们？要我说，那都是借题发挥，学生有那么大胆吗？你看看今天若琳老师，由着他们胡闹，那是一声不吭，也不知道是仗了谁的势。那你说，藤山长老去哪儿了？反正不在他屋里。你是贼吗？偷偷摸摸的。
走廊上，外面有人看着，把从银城回来的人都当魂殿奸细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什么事了？你们不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嗨，那你不出事儿？我听说是长老会决定的，说是要肃清校内血宗和魂殿的势力。具体发生什么事，我还真没打听出来。哦，对了，那你知道唐山长老去哪儿了吗？听说人一到，就被长老会看起来了。啊？哎，我们跟他走得近，赶紧想好怎么说啊！说什么？这个老家伙狡猾得很，一味的装傻。他这是在寻找机会。他要是跟咱们大吵大闹的，反而好办。可他偏不啊。这可是魂殿主人的意思。要想掌控整个迦南学院，可不是一道圣旨就可以解决的事情。就算你们俩出面，可是根基太浅，那些长老们并不见得能买云岚宗和星陨阁的账。把米藤山当一颗棋子，一来可以看清楚谁真的替他说话，二来也可以发现谁是我们的同路人。这步棋显是险了点，但是想来想去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把他给囚禁起来。万一他要是留后手的话，咱可就危险了。囚禁起来和杀了他一样，大家疑心更多。就让他在外面晃，反而显得我们问心无愧。你们俩说的对，这个老家伙在寻找机会，眼下他不敢自备警卫，他想要的机会绝不能给他。可是万一他要是狗急跳墙，跟咱们拼命怎么办呢？要拼早就拼了。你们不到年龄，不了解，人老了才会怕死，也才会爱惜生命。我是，米藤山也是。国师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要抓紧办。现在，整个迦南学院被米藤山提拔重用的人并不少，学生里面崇拜他的人也很多。没错，萧炎就是第一个。我现在一看这孩子，我气得脑仁都疼。现在我们不能动萧炎，范劳大人有交代。可是，这孩子跟米藤山走的是最近的呀。如果不拿他开刀的话，这其他的孩子怎么管呢？啊，是不是？早知道当初啊，我就不该饶了他，应该一掌把他给打死。谁？这什么东西？魂殿的离魂术，只有级别很高的人才有资格学。魂殿的人？难道魂殿有大人物来了？那国师您知道吗？也许魂殿的主人并不相信我们。这样，明天我先进宫稳住皇帝，
然后跟你们去学院处理剩下的事情。恭喜法马国师！法马国师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迦南学院。国师一路劳顿，快请里边歇息吧。啊，我在这里学习的时候，好像就是昨天，一晃已是100年时光了。哎，现在学校还在传颂您的事迹。什么事迹啊？就是您主持炼药师公会，守护着咱们整片斗气大陆。就这一点，我们全体师生都应该对您表示敬重啊！李腾山呢？遵您之嘱，已经把他看押起来了。藤山长老，他病得很严重，我们把他移到炼药房照顾起来了。看押是看押起来了。藤山长老，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？怎么能用看押这2个字呢？所以是等您来嘛，是吧？现在全校师生情绪稳定，唯独在认识上不统一，所以才更需要您多多指导啊。韩长老、古河长老，你们都是见证人，说一说情况吧。好，那我就给各位说2句。这事儿令大家伙心痛得很。为什么？米藤山长老竟然是叛徒！这怎么可能？就是还有这样的事？我知道大家伙一时之间无法接受，毕竟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老，在学校这么多年了。可是此人大奸若忠，在学校里隐藏了这么多年，没有人能看得出来。是的，你说的对，说的是让人心痛啊！韩长老，说话得有证据吧？你随随便便这么说，倒是拿出你的证据来啊！怎么能是随随便便的？没证据我敢这么说吗？好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。炼药师大会，这魂殿派出了血宗的杀手来参赛，我古河还有法马国师均不同意，只有米藤山不至一词。第1天比赛结束之后，米藤山就失踪了。随后，这皇宫里就传来了米藤山刺杀皇上的消息。皇上总不会撒谎吧？大家好好想想，之后的比赛当中，那个血宗杀手更是阴谋谋害5大家族少年的命。幸亏啊，法马国师反应快，派人跟踪，顺藤摸瓜，这才知道这米藤山跟这血宗杀手实际上是一伙的，多么可怕呀！啊，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潜伏在我们当中啊！是啊，真是没想到。古河长老，你也是见证人，你说说。此次真的是有惊无险啊！魂殿和血宗内心险恶，部署周密。若不是法马国师您此次部署周全，银城也许早已经被攻克了。这次一同前去的同学也很多，若有人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。我还有一事不明，藤山长老，他被人打成了重伤，
这是谁伤的？还有，我听同学们说，他是由法马国师救下并送回的。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米藤山是我大半生的朋友，他走错了路，为魂殿做事，不但没有成功，还被魂殿视为弃子。我不忍心他客死异乡，这才出手救他，把他送回学院，同时也想顺藤摸瓜，找出他在这里的同伙。江南学院聚集着斗气大陆最精英的后辈，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。如果说这里也被魂殿渗透，那我们就不战而败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是啊。我这次来，不仅带来了炼药师公会的炼药师们协助大家，也带来了新皇帝的旨意。他要求大家务必清查学院，找出奸细。藤山长老，醒了。今天当着所有长老的面问你一句：炼药师公会认定你为魂殿的奸细，这话有没有冤枉你？没有冤枉我。既然你认了，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是奉叶兰皇帝的旨意，前来学院清查魂殿和血宗的潜伏势力。新皇念在你为学院效力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只要你把在学院里招募的人员名单说出来，就可以留你一命。不记得了。米藤山，哎，你太让我失望，到现在你还不坦白啊？你还不说实话，我真想一巴掌扇死你！跟你说，你们都别拦着我啊！我不记得也没关系，你慢慢想，我们慢慢查，总会查清楚的。带下去。哎呀，国师，你也太仁慈了。他说不记得就是不记得吗？那要我看的话，米藤山在学院任教几十年，势力很大，发动师生一起检举揭发，慢慢的查。至于米藤山嘛，也别让他闲着，安排他在学院扫扫地、露露脸。他那些党羽看到了，自然会来找他。黑暗将至啊！魂殿的势力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卷土重来。在他们大举进攻之前，我们一定要肃清自己的队伍，排除异己。这也是诸位的责任呐。我今天晚上就回银城，这些炼药师都是我带出来的，个个身经百战。他们会留下来，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听到诸位的好消息。
山长老醒了。听一些消息可靠的人说，米藤山长老昨天就醒了，可是他什么都忘了。我觉得措辞再改改就行了。哎，萧炎，哎，去，别过去。为什么？现在局势不明朗，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胆小鬼，萧炎哥哥能过去，我为什么不能过去啊？我拉着你，是让你不要过去打扰他们。我打扰吗？万一你一过去，米藤山看见了这么多人，紧张了，什么都说不出了，赖谁？赖我。您就不要继续装傻了，他们已经开始想办法了。我都看见了，您被砝码困在屋子里。那天晚上，还有一只蜜蜂落到了花盆里，翅膀沾了水飞不起来，还是您给救出来的。砝码他劝您投降，还说第二天会有魂殿的人来。您看不见我，我看得见您啊。不过您现在得告诉我，对方有多少人，有多大的势力，我可以去营城的，我有办法的。长老，我不可以再这样任人糟践您了。长老。长老，萧帮主，韩长老有请。萧炎同学，跟米藤山聊得怎么样了？瞧见没有啊？这些都是检举揭发你的信。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米藤山很重视你啊。谁是魂殿的人，谁自己心里清楚。行吧，我看你也是铁了心了。哎。老头子就没教你做人聪明点吗？啊？这样，你要是能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可以对你网开一面。百成，得令。哎，我记得萧炎同学很喜欢焚天炼气塔呀。上次为了跟白山争炼功房，还打了一架是吧？好，好啊，把他直接关到最底层啊！喜欢练，让他练个够。带走。长老，萧炎余等，给我绑喽，送进焚天炼气塔关押。走，怎么了这是？为什么抓我们？连米藤山都招了，你就别扛着了，啊？把他们几个都分别关押，
以防串供。仙云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带走。这个地方最多只能待4个时辰。明天早上我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要是再想不明白的话，那就一起当人干喽。听好了啊，把人给我看好了，谁放走了，我拿他试问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。焚天炼气塔底下人是待不过4个时辰。你也不行。你我功力应该可以，但他们可就难说了。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刚才米藤山那个老家伙也已经被关进去了。所以说呀，咱们这耳根子终于能清静喽。584，情况紧急，长话短说，我有大麻烦了。是我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，尽管吩咐。我希望你们摄人族前进迦南学院，攻进焚天炼气塔，把我们几个人救出去。蛇王，你是在说笑吗？这个塔里实在太热了，我倒是撑得住，可我的朋友们已经快不行了。蛇王，你先不要太着急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知道这炼气塔下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这下有一条地心巨蟒，是蛇族的祖先。他老人家一定能帮得上你。
什么事儿了？里面有蛇，里面有大蛇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人呢？这么多人跑哪儿去了？啊！小心点！来，你们上面小心点啊！当心啊！走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小心！各位长老，马上出发！我已经查过了，炼气塔下直通黑角域森林。瞧见没有？这些人知道反向雨漏，好了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谁要是再敢替他们求情的话，充当论主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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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上！从这里出去，应该就是黑角域森林了。当心啊！藤山长老，啊，你有想过我们出去以后该怎么办吗？哦，我本来想多待一阵，让他们没有那么早警觉，好多事情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我可不像您这样有耐心，给坏人留时间是最糟糕的事情。我们去银城吧。啊？叶澜皇帝是我的兄弟，也是他亲口对我说，您刺杀皇帝一事是子虚乌有。他也不会颁彻查迦南学院的圣旨下来，而真正的魂殿奸细是砝码。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去银城，揭开砝码的真面目。只有打败了他，学院才会真正的安定。那人已经是皇帝了，还能是你的朋友吗？我和他相处不多，但我知道，他应该是个守信用的人。走吧，走，走。萧炎哥哥，我们应该往哪儿走啊？那边有光，应该是往那边。怎么样？不行，这个洞口外面是黑角域森林，但有几个砝码带来的炼药师，在洞口外面守着呢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？这下怎么办？出口被他们看住了。他们这是守株待兔，就等我们自投罗网啊！哼！想当年，我做药帮老大，吃香的喝辣，还可以勾搭师妹胖师姐。现在跟着你们，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那你倒是原路回去啊！说的容易。小帮主，现在怎么个情况啊？藤山长老，你的身体还行吗？你想强攻出去？是。我觉得胜算不大。我现在斗气一点都使不上，门口守着的肯定都是砝码的心腹，个顶个的高手。为今之计，
继续走吧。走吧。走了。早知道我一定从学院里多带几个水囊出来。就你废话多，走吧。小心！蝴蝶，小心！没事吧？吓死我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岩浆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是啊，温度也越来越高。不会吧？我不想变成烤肉串啊！不会的，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。走吧，昊天。走，都小心点。走。全都是借口！你们在那个地方守了整整3天，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往洞口里面看了没有？那个地方紧连着黑角域森林，有一个洞口有岩浆，你们进不去，你们就不会从另外一个进吗？那个地方查了没有？我们放了追踪的魔兽出去，方圆10里之内都没有找到。这是成了仙了，还是做了鬼了？啊？说呀，啊！都是瞎说，地板怎么会破了呢？再说了，那巨蟒，那地心蟒那么大一玩意儿，说没就没呀！啊，几个学生一个老头，你们都看不住，你们干嘛似的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我问问你们几个，你们谁要是愿意跟着米藤山走，不妨站出来，我绝不怪罪你们，好不好？韩风，看押之事本来也不是我们在管，你犯不着这样吧？若琳老师，你长期以来跟这些逃走的学生交好，我看这次他们能跑，跟你也有很大关系吧？嗯？还真有可能。哎，这焚天炼气塔，对吧？这地板是生铁铸的。我说句实在话，就咱们这几个人合在一起，咔嚓，他也不能给它击碎呀！啊！所以韩长老，你不能把责任归咎到别人身上。那我怎么交代啊？这是国师交给咱们的任务。对呀，交给咱们学院的任务。皇上的圣旨是说让咱们学院来关押这些疑犯，现在跑了，逃走了，我怎么说啊？怎么说？怎么交代？我看您和这若琳老师是不是米藤山的同伙啊？说呀，说呀，你们是不是同伙？是不是同伙？不说话，不说话是承认了。来人，给我押起来，好好审问。押起来！还有，放出话去，见到萧炎立马击杀，绝不姑息。韩风，这里是迦南学院，不是你的星陨阁。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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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走！自己会走。内奸！我们都走了几天了？2、3天吧，可能更久。到现在，一点透气的地方都没看到。再这么走下去，别说是昊天，我都不行了。怎么可能？这岩浆一直烧着，没有空气怎么行？再说了，你还一直在说话转气，这前面一定有出口。
你们先休息一下吧，我去前面看一下。喂，你小心点儿。来，多歇会儿，再走怕出危险了。顾家，你是被吓疯了吗？自从遇到你们呢，我这人生就丰富多了。唉，这前10几年也比不上这几个月来的刺激啊！是啊，真够刺激的。我一直以为我会老死在床上，谁会想到被岩浆烤死？人嘛，不有意思，能和你们死在一块儿，我也认了。我们还要走多久啊？我们不被烤死，也要饿死了。哎，你放心，到那时候，我就一把把你推进岩浆河。那我先谢谢你了啊！能跟你们死在一块儿，我也认了。你们呢？藤山长老，你笑什么？你们现在后悔了？当初逃出来干什么？是。是什么呀？不逃出去也死在那焚天炼气塔，还不如走下去，好歹有个希望。藤山长老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炼药师大会，我看到王室都被他们渗透了，连国师都是叛徒。如今迦南学院也沦陷了，我们就这几个人，能做什么啊？难不成真告诉大家，国师才是奸细，甚至是假的？他们只会把我们当疯子。当邪恶来袭的时候，你坚持做一个好人，很多人都会把你当成疯子。毕竟这个世界上，懦弱的人多，勇敢的人少。就像黑暗中的火把，你看它孤零零的，对吧？那你们知道邪恶的弱点是什么？邪恶就想让我们恐惧，因为他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强大，也没有那么多死心塌地的跟随者。我不管你们了，我一定要去。哎，几位客官，请到小店一坐，歇个脚再走。哇！来，里面请。您请。我自己来。哎，好，我去给你们准备吃的，马上回来。藤山长老，谢谢，来喝点水。藤山长老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有听说过吗？我一直以为没有这个地方的。什么意思？各位客官，饭菜来了。快！哇！且慢，我们出来得急，先把事情问清楚了再动手。这顿饭才吃得心安理得。您老是懂行的，这恶人谷的饭吧，说好吃也好吃。恶人谷？你不知道恶人谷？那你来干什么呀？我们……哎，别跟我说，能走到这儿的都有9条命，不管你们在外面有多大罪过，跟我们这儿都没关系。吃完这顿饭就进谷，凭本事活。这什么谷啊？我一直以为没有这个地方，原来它还真的存在。
不知道从什么年头开始，帝国的逃犯、十恶不赦的罪人，只要逃到这里来，外面的人就不会再追了。听说这里是以杀生为食。嘿，您老说的对，这恶人谷嘛，吃的就是一口杀人饭。不杀人，哼，那还叫什么恶人谷啊？那我们不吃了，赶紧走。好嘞。我再喝一口，我再喝一口。好了好了，没事，我们总能找到舒喝的吧？这你可说对了，从这儿出门往西，再走个半年，估计就能出去了。行了行了，少在这吓唬人。哼，各位，好走不送，路上碰见那些干尸，都是以前走了的客人，替我问个好。他说的没错，史料里记载的地下世界就是如此。那除了禁谷跟向西走，就没有别的出口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小二，把饭菜上来吧。好嘞。就算这里是恶人谷，我们也进去走一走，先把饭吃了。长老，恶人谷里有别的出口吗？我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在书上看到过，具体是什么样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毕竟这个地方存在有几百年了，这是斗气大陆最黑暗的地下世界。我们现在也算是帝国逃犯了，来了就来了，再差也比往岩浆河里跳好。这话痛快。怎么样，各位客官，满意不？还要点什么？不用了，饭钱多少？好，来，2场比试，小店够意思吧？让你们先吃饭，后结账。这什么意思？哎，谷里的规矩，吃喝穿用啊，一概不收现钱，全凭打斗名次，强者为尊。怎么样？你们哪2位参加比武啊？我来。你等一下，都是跟谁打？天地玄黄，黄字号，是第4等的斗种。小店不好啊，只配这个。哎，你们要是能在天字号赛场上打，那可就能吃到美酒佳肴，人间绝味呀！我叫虎家，他呢叫韩贤，把我俩名字写上。不要写我，不要写我。好样的！好，各位，这边请。各位，一旦进入恶人谷，就意味着跟往事告别。恶人谷虽然不问世事，可但凡进谷之人，必须有忏悔之心。各位，请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吧。你们恶人谷规矩怎么那么多啊？
请吧。这地方这么窄，怎么拿？哎，走，走。流星锤王八对阵帝国逃犯